听见这是的嘞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做了在教送吧，那么细写的这个音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3课天气。风和日丽，艳阳高照，好想在这样的天气背上行囊，去看看美丽的日光城和雄伟的布达拉宫，鸟语花香的罗布林卡。那么如果您真有这样的心境，我们想对你说，7、8月份的天气很适合您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天气。下面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教一些有关于天气的常用句式。那么每天早上，当我们一起床，我们最关心的是今天天气怎么样。体力那么细，看着读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体力那么细，扛着读。体力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体力那么细，看着读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那么今天天气很好，应该怎么说呢？体力那么细，也不读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体力那么细，也不读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体力那么细，也不读。今天天气很好。明天天气会怎样呢？是你那么细，看着电影。明天天气会怎么样？是你那么细，看着电影。明天天气会怎么样呢？是你那么细，看着电影。明天天气会怎样？那么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，这个用藏语怎么表达？那么细，我的哪里呀？是你差不多的是个多。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。那么细，我的哪了？是你差不多的是个多。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。那么细，我的哪了？是你差不多是送。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。那我想具体知道今天有几度，今天有几度，应该用藏语怎么表达？体力吹菜昂炸卡脆热度。今天几度？体力吹在昂胀卡脆热度。今天有几度？体力吹在昂胀卡脆热度。今天几度？那么今天中午19度，晚上只有2度，这个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体力宁空줄고 당 채무 니레 민도。今天中午19度，晚上只有2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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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关心外面冷不冷，那么外面冷吗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칠로 라 창모 두개。外面冷吗？七落啦长木读耶，外面冷吗？칠로 라 창모 두개。外面冷吗？外面起风了。칠로 라 락바 개귀。外面起风了。七落啦哈巴给给，外面起风了。칠로 라 락바 개귀。外面起风了。天气冷了，要多加一些衣服。남 장로 친샤 도로 망잠 권고시。天气有点冷了，多加一点衣服。nam茶入气下，土落忙zam권고시。
그런 것이天气变冷了，要多加一些衣服。 남 장로 친샤 투로 망잠 그런 것이 남 장로 친샤 투로 망잠 그런 것이 天气变冷了，多加一点衣服。没关系，我不怕冷。这个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 낭다 요마지 나 카야라 시그미 没关系，我不怕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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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我们学习了关于天气常用的一些句式，那么根据课文内容，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3个句型。下面我们针对重要句型进行替换练习。第一种句型是今天怎么怎么怎么，也就是有关于天气方面的状况，在藏语里应该是体林卡着卡着。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体林nam 야부라 민두今天天气不太好。体林nam 야부라 민두今天天气不太好。比如今天天气晴朗，体林nam 당샤今天天气晴朗。体林nam 당샤今天天气晴朗。比如今天要下雪，体林가 퍼부두今天要下雪。体林가 퍼부두今天要下雪。又比如今天结冰了，体林캬바 갭샤今天结冰了。体林캬바 갭샤今天结冰了。我们要学习的第2种句型是外面怎么怎么了，这个用藏语应该是气落了，卡着卡着切不是？比如外面热吗？气落了，차와 두 개外面热吗？气落了，차와 두 개外面热吗？比如外面有太阳吗？气落了，你们떼 두 개外面有太阳吗？气落了，你们떼 두 개外面有太阳吗？比如外面在下雨吗？气落了，차바 ڀ기 두 개外面在下雨吗？气落了，차바 ڀ기 두 개外面在下雨吗？比如外面在刮风吗？气落了，락바 개비 두 개外面在刮风吗？气落了，락바 개비 두 개外面在刮风吗？第3种句型是天气冷了，要怎么怎么样，在藏语里应该是nam 차로 친샤卡着卡着气乎着。比如天气冷了，要防止感冒。nam 장로 친샤 참을 계교로 원고 치고天气冷了，要防止感冒。 nam 차로 친샤 참을 계교로 원고 치고天气冷了，要防止感冒。比如天气冷了，要生炉子了。nam 장로 친샤 찌득 동그인天气冷了，要生炉子了。 nam 차로 친샤
接特东基饮。天气冷了，要生炉子了。比如，天气冷了，电热毯开开。남창으로 칭샤 럭된 야 빠르탕. 天气冷了，把电热毯开开。남창으로 칭샤 럭된 빠르탕. 天气冷了，把电热毯开开。前面我们学习了3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한국 공부라는 돈 딴에 침배질 딱 공시하래. 그래서 뉴 총기수월에 그래서 야간 넘시 저하층 분제 개인들 공개 넘시야 장하층 분제 개인들 그래서 인재기에 주제대 개화층들 前面我们学习了课文和情景练习，我们碰到了很多生词，那么下面我们针对这些生词进行重点学习。족순바第13。족순바第13。넘시天气气候。넘시天气气候。然民度不太。然民度不太。nam 天气天。nam 天气天。최체温度度数。최체温度度数。넘시 온다天气预报。넘시 온다天气预报。차바 법下雨。차바 법下雨。최체 앙자温度度数。최체 앙자温度度数。宁空中午。宁空中午。채모晚上。채모晚上。宁채昼夜。宁채昼夜。七落外面。七落外面。长木冷。长木冷。학바 겹起风刮风。학바 겹起风刮风。겔超过。겔超过。斜怕。斜怕。如沁越来越。如沁越来越。唐晴朗。唐晴朗。카 법下雪。카 법下雪。캬바 겹结冰。캬바 겹结冰。土落衣服。土落衣服。温过且防止。温过且防止。枪巴感冒。枪巴感冒。接特东生炉子。接特东生炉子。落电电热毯。落电电热毯。落班开店门开灯。落班开店门开灯。强延迟推后。强延迟推后。屯大事情。屯大事情。能你后天。能你后天。曾至着
走访。参至着走访。莽错，百姓。莽错，百姓。com， 习惯。com， 习惯。good， 穷，不得不。good， 穷，不得不。hiphop， 差别。hiphop， 差别。且呢，感觉，以为。且呢，感觉，以为。开去，特点。开去，特点。你问，日光。你问，日光。亚卡，下。亚卡，下。公车，理由。公车，理由。困克，冬。困克，冬。场儿，寒冷。场儿，寒冷。吹菜的开巴拉，温差。吹菜的开巴拉，温差。别热，是因为。别热，是因为。用它了，至少。用它了，至少。即且呢，可能。即且呢，可能。通马了，开始，最初。通马了，开始，最初。草啊秋啊，酷暑。草啊秋啊，酷暑。场儿秋啊，严寒。场儿秋啊，严寒。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天气一刻的常用句式、句型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您学会了如何用藏语表达天气状况吗？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。节嘛兼容。让我们下堂课见。